好，各位家長，歡迎大家。咁我係家教會嘅家長教育小組組長 Serena 啦。咁就我個女今年 Form 6啦，畢業啦。咁我自己本身都係救生嚟嘅。咁就好多謝學校啦，真係好注重家教會嘅。咁同埋咧就喺呢個家長教育嗰度咧，咁學校都係非常之支持嘅。咁今日咧我哋就好開心啦，我哋家長教小組咧入邊都有好多好勁嘅成員啦，咁佢哋啲 connection 就好好啊，咁咧就今日特別邀請咗咧就呢個郭啟俊先生就係嚟到我哋嘅當中啊，你俾掌聲佢先。咁咧就讀一讀佢個背景俾大家聽好嘛？係啦，咁咧就今日嘅題目啦，好緊要啦，如何幫助孩子從失敗中走向成功？咁呢個好緊要啦，我哋人生中梗係唔會係一帆風順嚇，梗會有啲挫折位咁喺嗰啲嘅成長嘅呢啲嘅棘位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點樣幫助我哋嘅孩子一把咧嚇？郭啟俊先生啦，咁係一名註冊嘅社工，咁亦都係擁有咧臨床社會工作碩士嘅學位。咁目前咧就任職於香港城市大學嘅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嘅正向教育室，咁咧就擔任呢個服務嘅督導。咁咧亦都喺自2013年以嚟咧，咁就 REMAS 啦，咁就一直都係積極投身於咧就提供員工嘅培訓，咁以及推廣咧正向心理學嘅督導嘅工作。咁所以佢實踐經驗非常之豐富嚇。咁佢都為咧400多家嘅社會服務機構同埋學校咧就係合作過啦。咁佢個培訓嘅課程嘅規模就好唔一樣嘅，從小型嘅大概20人嘅員工嘅培訓到多達150人嘅教師嘅培訓，甚至咧去到呢個面向300名嘅參與者嘅家庭嘅講座咧、家長嘅講座咧，咁呢啲課程咧都係好多嘅林林總總嘅形式去到開展嘅，咁亦都包括呢個專業嘅講座啊、體驗式嘅工作坊啊，同埋訓練營嘅。咁我相信大家都急不及待咧，就好想聽下 REMAS 嘅分享啦，交個台俾你 ，thank you。咁啊請大家咧就將我哋手機變成震音，好唔好？咁呢個半鐘頭可以抄下 notes 啊，一陣間都可以 Q&A 啊，咁大家學多啲好 ，thank you。好，各位家長晚安。咁咧就好開心啦，今日可以嚟同大家分享下呢個課題。咁啊頭先都介紹咗少少背景啦。咁我頭先同梁老師傾偈嗰時，我話女校嘅男廁係特別隱蔽嘅，係啦。我喺香港咧，其實有超過一半嘅女校都係我去負責做正向教育嘅。咁啊，嘉諾撒會6間女校有4間都係我負責㗎啦。咁啊，香港其實好多女校都係我去跟進嘅。咁啊而即係頭先講話喺香港460間學校同我合作過，只不過香港6成學校啊，其實咁所以其實都走訪好多唔同學校。而呢一個課題咧係我強烈推介嘅，因為呢個課題其實近呢4年我講咗超過500場㗎啦，淨係呢個題目啊，未計其他嘢。呢一個課題喺疫情後，我哋更加見到嗰個情況係嚴峻嘅，即係大家都中學啦，個女都，我尋日晏晝喺聖 Mary 嘅，咁咧跟住就都係講緊類似嘅課題。我尋日係同中5嘅女孩子講，每年嘉諾撒聖心書院中6臨考 DSE 都係會講呢個課題嘅。我諗所以去到 BBS 都好啦，我都覺得呢個課題好值得去講，考成都相近。點解咁講咧？近呢幾年疫情過後咧，我哋見到成個香港甚至全球嘅情況都相近，就係啲學生啦，唔好淨係話阿女啦，即係你可能阿仔咁係咪先？即係啲年青人咧，佢哋遇到失敗嘅時候，嗰種脾氣係比以前大咗㗎。呢個我哋係見得幾明顯。舉2個小例子先。我哋都幫好多中學做中一迎新嘅。咁啊呢2-3年見到幾個幾有趣、幾有代表性嘅例子。先講下灣仔一間女校先。咁啊中一迎新啦，咁啊玩啲小活動，第一日返學嘅啫。咁啊玩啲1分鐘挑戰揈下水樽咁樣，咁啊即係睇下自己完成幾多下啦。1分鐘過後咧，有個女孩子喺自己個位度開始喊喎，跟住咧個班主任好關心佢，咩事啊？你係咪唔舒服啊？跟住個女同學話：我一下都做唔到啊，覺得自己好廢啊咁啊，開始喊。跟住咧，咁班主任就問：咁我有冇嘢幫到你啊？我喊下冇嘢㗎啦，邊有我喊下啦咁樣。咁啊好啦，咁啊由佢啦，班主任都好關心，即係容讓佢有呢個即係空間。咁啊喊下真係慢慢冇嘢啦。1個月翻到去學校再去同啲同學仔講座，真係健康活潑地成長緊。第2個係我緊張啲嘅，另一間學校男校嚟，呢間係，咁啊都係100幾年歷史嘅一間好傳統嘅男校。咁啊都係中一迎新第1日翻學。
佢哋嘅任務係全班同學30人跳大繩，一齊跳過5下就休息㗎啦。咁啊，俾1個鐘頭時間佢哋玩嘅呢件事。咁啊贏輸冇所謂，即係一個挑戰咁樣啦。15分鐘過後，其中一班係1下都未成功，然之後有1個男仔行出嚟做2下嘅動作同埋説話，係啦，我模仿佢嘅啫。佢話：你班垃圾做乜啊？1下都唔得咁樣。咁其他同學都唔嘢少㗎啦，跟住就話你得咩咁樣，跟住開始鬧交啦咁樣。咁我班主任坐喺我側邊咧，就開始擔心啦，兩個即係喺度傾偈。我話由佢哋試下先啦咁樣。跟住咧喺度傾，擔心啲乜嘢咧？返學第一日一個活動唔計分，唔係咩考試又唔係比賽，純粹玩下都咁大脾氣。返學測驗考試點算？第二樣係更加關鍵㗎，佢第一日返學經已同全班同學有咁深嘅牙齒印，佢跟住嗰6年真係唔知點算。即係呢一啲其實都係家長們關心。其實我哋好多時候仔女一去到一有啲唔如意嘅事情，就有咁大脾氣係我哋關注。所以喺近呢幾年，特別疫情過後，我哋叫復常嘅時候咧，呢個話題變成一個我哋好關鍵嘅話題。咁所以明點解今日有呢個講座啦。咁而一開場咧都介紹少少概念先啦。我係做正向教育嘅，近呢10年喺香港嘅正向教育發展係越嚟越蓬勃嘅。由最早年，我第一間合作嘅學校係沙田維女明才小學。由零開始嘅正向教育，由我幫佢哋去發展。咁啊，港大同學會啊，香港好多唔同嘅學校都係我幫佢哋發展正向教育啦。而由13年嘅時候，全港唔多過10間學校發展呢件事，去到22、23學年咧，全港經已超過360間學校將呢件事擺為佢哋嘅即係關注事項入邊。呢10年點解正向教育咁蓬勃咧？其實 BPS 過往我喺教育局成日講座都聽到好多 BPS 嘅老師嚟上堂㗎，係啦。其實學校都好關注。咁點解呢樣嘢咁重要咧？介紹2本書俾家長認識下先。雖然學期初你袋住喺身會安心啲，係啦，學期尾都重要嘅呢本書。呢本書我成日形容咧，你袋住喺身咧，你呢一年係過得特別順利嘅。第一本書要介紹嘅咧就叫《疲憊媽媽的修復練習》。呢一本書咧係一個韓國嘅輔導心理學家寫嘅，佢個序言寫得好好嘅喎。佢話：現在的你仍活在愛裏嗎？生個小朋友出嚟係出於份愛嘅，但係隨住個小朋友長大啦，功課越嚟越多啦，通告越嚟越複雜啦，啲嘢越嚟越深啦，佢又唔係咁聽教聽話啦。跟住佢話：苦心自問，現在嘅你同你嘅仔女之間份愛仲喺唔喺度咧？可能慢慢唔見咗喎，得返係憤怒啦、恨意啦、無力感啦，慢慢會唔見晒份愛。咁但係你明明出於份愛，點解會唔見咗嘅咧？咁呢本書就講一個喺正向心理學近呢5年一個好重要嘅發展方向，我哋叫做 self-compassion 自我關懷。佢講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佢話當你開始發現你同仔女之間份愛慢慢唔見咗咧，其中一個好大嘅可能性係你攰啊！要一個身心俱疲嘅人去照顧自己嘅小朋友，好難有份愛喺一邊㗎。即係呢個道理，你細個都明㗎。你阿爸阿媽嗰日心情唔好咧，你屋企人特別生性嗰日，即係唔敢亂嚟嘅，真係。即係你明呢個道理嘅。所以如果大人自己冇照顧好自己嘅心靈健康，其實你同仔女之間係好容易有好多衝突。我喺嘉諾撒聖心書院咧，佢哋嘅輔導主任咧，每一年中一迎新咧，都會同家長講一番，我覺得喂，人生好大嘅道理，係啦，呢句説話袋喺身真係冇得頂嘅，真係特別女校。佢係咁講嘅，我唔知你有冇聽過類似嘅嘢啦。佢係咁樣同所有家長講，每年都講嘅。佢話各位家長係啦，面對住青春期嘅少女，同佢傾偈記得唔好聽語氣，聽語氣會有無止境嘅爭拗，記得聽內容，內容可能係啱嘅。而我咧成日講家長講就我會加多句，因為我個女都中意㗎啦，係啦。跟住咧我成日都講咧，而年青人咧青春期嘅少女咧，佢同你傾偈咧，佢淨係聽語氣，佢唔會聽內容嘅。所以你記得你同佢傾偈係啦，你講嘢俾佢聽係啦，盡量注意你嘅語氣。而你聽佢講嘢，記得唔好聽佢嘅語氣，咁你哋嘅人生就會和諧好多㗎啦。咁樣即係我諗喺頭先講嗰番説話入邊，最重要想帶出嘅就係一聽到阿女啲好差嘅語氣啊，反白眼反上天花板嗰時，其實好多情緒喺入邊。即係你嘅心靈健康冇好好照顧，其實好難有份愛。咁所以呢本書想介紹俾家長有原因嘅。佢頭先講即係講一個好重要嘅課題，自我關懷。呢本書唔係啲咩好多理論嘅書籍嚟嘅，係一本練習書嚟嘅。
佢去講下點樣放鬆自己啊，瞓得好啲啊，留意自己嘅情緒。咁所以如果你個發現慢慢同阿仔阿女瞓耐唔見到，呢本書誠意推介，你喺電子書揾到㗎啦，係啊。我聽啲家長講喺香港買唔到啦咁樣，咁所以你有興趣留意下啦。第二本書要介紹嘅咧，我形容係見到個書名咧，你內心經已開始流眼淚嘅。呢本書嘅書名叫《拿掉工作後，你的人生還剩下什麼》，書名嚟㗎，呢個係。呢本書咧係一個日本嘅精神科醫生寫嘅，佢個序言係咁講嘅，佢話有好多人有精神健康困擾咧，其實都係解決唔到一件事嘅啫，就係拿掉工作後，什麼都沒有。香港人嘅超時工作同工作怠變係世界名列前茅㗎，真係香港人驕傲。咁啊，即係對你嚟講掹走工作，剩翻幾多時間係你自己嘅咧？可能冇乜得剩。而人咧，佢本書入邊講一個好重要嘅話題。第一個章節佢寫得好好嘅，佢話人喺心情低落嘅時候，你個腦海總會出現一個想法，就係咁辛苦，唔知為咗啲乜。當你答唔到自己嘅時候，你心情會不斷跌落去嘅，你好難爬翻上嚟。不論係大人或者係年青人，讀書可以讀到懷疑人生，唔知自己做緊啲乜。點解要嚟讀書？特別係有歷史學校，我特別想提。我遇過太多有歷史學校啲同學仔，啱啱上到嚟中一二，好唔適應。跟住又其中一間直資學校另一間，咁咧佢就同學仔操行差啦，讀書又好論盡啦，咁啊去到見校長，即係真係要即係諗下係咪仲適合喺度讀書。校長好關心呢個同學，就同佢講話啊，其實你咁樣返學為乜啊咁樣。而呢個男同學嘅答案都幾有代表性，佢話我都想知，你幫我問下我阿爸啊咁樣。即係咧，因為佢阿爸係嗰度嘅舊生，而佢阿爸覺得佢應該要喺度讀書，所以用盡方法都一定要佢留喺度讀書咯。但係佢知唔知點解想喺度讀書係為自己定係為咗討好父母咧？越有歷史學校越容易跌入呢個陷阱。嗱，唔係話你擺咗阿女落嚟係錯啊！我只係想你知一件事，就係如果當佢唔知道自己讀書為咗啲乜，其實佢嘅心理健康係非常之差嘅，可以係。咁所以咧，呢本書咧，其實又想介紹俾大家咩原因咧？不論係你自己啦，或者係你個女去睇都好啦。其實早年有幾間中學係買咗翻嚟做週年閱讀刊物俾啲高中生睇，即係睇完之後寫分享。因為呢本書講一個好重要嘅話題，佢就係話，如果人揾唔到自己再辛苦都值得嘅心靈滿足感，其實你係好難堅持落去。所以本書個封面有一句好重要嘅説話，佢話工作不是你的正職，人生才是。點樣揾翻自己生活嘅意義，讓你能夠堅毅落去呢？最近咧又同中大一個精神科醫生咧一齊合作去教書。佢咧就分享一個佢自己幾有趣嘅一個非正式嘅研究，就係咧每一個禮拜咧，中大嘅醫科生都會有10個去佢嗰度做實習嘅，係啦。咁佢個科比較專，所以個個都一定經佢手㗎啦。而佢為期大概8年度咧，每個禮拜都會問呢班同學仔兩條問題嘅。第一題就係問你係咪年年都考第一？從來未試過有人係年年考第一嘅。咁所以咧個醫生就講，所以你哋唔好成日啲細路話年年考第一先讀到醫，係啦，其實係冇呢件事嘅。第二樣咧就係問佢哋，咁你喺幾時先發奮讀書考到中大醫學㗎咁樣？佢話好大部分都係講咧，當佢開始覺得做醫生係佢真係想做，佢先會真係可以發奮考到入去。想帶出嘅就係、其實當小朋友讀書再叻，佢唔中意嘅時候，其實佢唔會爬到呢一步。人生入邊越唔揾到自己生活堅持嘅意義，其實佢就算嗰刻行到，佢都唔行得耐㗎。所以呢本書咧，其實係一本好值得同你嘅仔女去睇嘅書。咁啊，大人睇完可以去傾。其實唔係一啲好複雜嘅書嚟嘅，都唔係好多拋理論、拋書包嘅書籍嚟嘅，都係啲心靈勵志書籍。咁有啲時候我都介紹俾家長睇完，同阿仔阿女去傾咯。咁所以誠意推介，拿掉工作後，你的人生還剩下什麼？而呢本書咧，我睇完係轉贈俾教育局嘅，係啦，我都有另一個身份係教育局嘅顧問嚟嘅。咁啊，記得疫情嗰陣時咧，即係睇完本書借啲語同教育局啲同事講，我話呢本書嗰2-3隻字咧，對教育局真係好重要㗎。我話拿掉分數後學生的人生還剩下什麼？我話高抬貴手，即係我諗我哋同學嘅人生唔係淨用分數嚟衡量㗎，但係我諗我哋成個大環境機制都係分數啊、成績啊、獎項名次呢啲咧，就佔咗好大比重。有啲同學仔喺呢方面攞唔到優勢，佢覺得自己咩都唔係㗎。但係我諗大人你明㗎，即係
分數以外有好多嘢好有價值，只不過成績表冇嘅啫。咁我哋點樣培養翻呢啲嘢呢？咁呢啲都係我哋想提醒翻每一位家長同老師，甚至同學仔。其實我哋想發展正向教育，唔係淨係覺得個名好似幾正向咁嘛。其實中間有好多好重要嘅價值觀，係喺好忙碌同埋競爭好激烈嘅環境底下，我哋遺忘咗嘅。而亦都因為咁，近呢10年，我走訪過好多學校，其實都有共同嘅信念，所以今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。咁所以希望大家日後如果再有正向教育嘅講座，聽多啲啦，係啦，咁了解多啲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明咗正向教育係啲乜啦？講翻今日嘅正題啦。今日咧嘅課題講失敗嘅，咁但係點解要講失敗而唔講成功咧？因為我曾經試過有間學校咧，個校長話可唔可以唔好講失敗？我話嚇，點解唔講得啊？正向教育講正面啲嘢噶嘛，講失敗唔多好聽喎咁樣，我係咁樣咁樣。但係點解要講失敗咧？我都想家長自己諗一諗先，認真諗下你自己嘅成長經歷。你自己由細到大有冇人曾經好認真教過你點樣面對失敗咧？唔使急嘅，最緊要真諗一諗有冇呢個人出現過先。你可能發現唔多嘅。呢一代嘅中學生會同我講嘅，由考幼稚園開始，我屋企人已經教我點樣展露我成功㗎啦。即係考幼稚園要坐定，嗌到自己屋企人嘅名，認到圖形，要識得好艱辛嘅生字嘅，係啦，因為咁樣先有學校收你咁樣。考小學啦，呢一代啲家長同我講，如果呢個年頭啲小朋友冇特異功能，好難考到間心儀嘅小學嘅。所以依家啲小朋友好強橫啊嘛，即係考嗰啲即係大部分啲好所謂嘅神校啊、直資嗰啲學校，即係啲英文字我都唔識嘅，係啦，即係有啲幼稚園經已識乘除數啊，要劍橋考又唔知道考到幾多盾啊，跟住又要識西班牙文。我試過聽一個嗰啲直資學校嘅家長講座啦，小學報嗰啲，即係有啲舊嘅傳統名校啲校長退咗休仔去講嗰啲講座咧，跟住有個家長話我想問下咧，如果咧要學 third language 應該學啲乜？跟住個校長話咁咪普通話咯，普通話 must 嚟㗎啦，我問緊係西班牙文定法文啊咁樣。跟住個校長又好平淡同你講，如果你想去歐洲升學就西班牙文咯，即係加拿大就法文咯，咁如果你係歐美嘅西班牙文咯咁樣，已經好平淡咯講到係咯，即係小朋友細個經已要去到呢個階段啦咁樣，咁展現自己特異功能，考中學啦，即係呢度都應該好多時候好多家長都係叩門入嚟啊，要面試啊，都唔容易過噶嘛係咪？咁你都係要教你個女點樣展現自己嘅即係個人之處啦。由細到大，大人都教緊我哋嘅學生點樣表現自己嘅成功。你諗深一層，你係好少同佢講下點樣處理失敗㗎。咁你話我都係咁大，有乜問題呢？問題又嚟啦。原來咧，如果我哋唔好好處理阿仔阿女嘅一啲失敗嘅經歷咧，可能會誘發以下呢個精神病患㗎喎。我哋咧喺做心理輔導入邊咧，我哋經常會用一本書去斷定一個人有冇精神健康問題嘅。嗰本書叫 DSM。